曾志偉正式辭去 TVB 總經理呢個角色。喺訪問節目《一周星星》講起佢任職5年嘅得同失嘅時候，佢講咗一段好值得留意嘅說話。佢話喺呢5年入邊，佢覺得最大嘅遺憾係未能搞一個真正獲全香港認可、有代表性嘅音樂頒獎典禮。佢嘅理由好直接，因為香港暫時都冇一個大家都肯定嘅流行榜去定義出真係流行嘅歌同歌手。講白啲，佢話即管 TVB 發掘咗好多新進嘅年輕嘅歌手，同派歌上各大電台媒體，但就因為香港冇一個流行榜真係做到全行業可信度同具備認受性，所以到最後撐唔起一個全民認同有底氣嘅音樂頒獎禮。姑勿論你喜唔喜歡曾志偉，佢所講嘅係好值得去探討嘅，因為如果一個城市想講自己嘅流行文化係點樣受到大家接受，係點樣發展出嚟，流行榜同頒獎典禮就應該係一個大家都認同嘅標準。但喺香港而家呢個標準究竟係點？首先我哋一定要提嘅就係商台嘅叱咤樂壇流行榜，佢實際上係點樣運作？流行榜嘅依據係喺一段時間裏面，歌曲喺903嘅播放次數，再經內部統計整理後公佈。商台官方從來冇聲稱自己係全民榜、銷量榜或者串流榜，而係一個純粹電台播放流行榜。換句話講，從制度設計上，叱咤榜反映嘅係以 DJ 播放次數、歌曲播放率做統計，而唔係用銷量或者串流成績計算。呢一點好重要，因為好多爭議其實就係由呢個認知落差開始。雖然流行榜最終係以播放次數計算，但播放與否、播幾多次，本身就係一個人為決定。903嘅節目主持、音樂監製、編排人員會根據電台嘅定位、節目風格、DJ 同歌手嘅關係、宣傳安排等因素去決定播歌頻率。呢個做法喺廣播業其實好正常，全球電台都係咁運作。問題係當一個榜同時被視為業界權威，甚至年終獎項依據嘅話，權力集中就引起好大嘅爭議。喺網上討論區長期有人質疑，某啲歌只要被電台話事人或者 DJ 揀中，自然有機會上榜，而未被揀中嘅歌，就算喺串流平台嘅表現唔錯，都好難突圍。去到2020年之後，香港聽歌習慣已經明顯轉變 ，YouTube、Spotify、Apple Music、KKBox 已經成為主流聽歌嘅渠道。但叱咤樂壇流行榜至今仍然只計算電台播放數據，唔會納入串流播放量、YouTube 點擊、社交媒體討論度或者海外成績等等。呢一點令唔少樂迷覺得，流行榜反映嘅其實只係903生態圈內為威畏嘅所謂流行，而唔一定係整個香港認同嘅流行。而903專業推介就開始被質疑，專業係指音樂質素，定係只係電台內部選擇？究竟係不專業推介，定係專業不推介？呢種講法未必完全公平，但反映緊一種對機制透明度嘅諷刺。點解到而家冇一個真係做到全民共識？香港而家唔係冇榜，而係流行榜太多，但冇一個能夠統一解釋乜嘢叫做流行。每一個流行榜都只代表咗一部分現實。首先講下香港電台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定位。港台係公共廣播，理論上最中立，最冇商業壓力。優點係公營電台，冇廣告收入壓力，對主流同非主流歌手相對平均，同埋評選機制較着重音樂性、歌詞同文化層面。但係港台受到爭議嘅係歌曲播放率要跟隨政府嘅主旋律，所以某啲歌手嘅歌曲播放受到限制，加上年輕聽眾流失，對市場實際熱度反應偏慢，唔少熱門歌都係紅咗一段時間先上榜。新城勁爆流行榜一直標榜自己快、新、多，優點係上榜速度快，對新人同回歸嘅歌手友善，亦都願意同唔同唱片公司合作。但備受爭議嘅係上榜歌數量多，削弱咗佢本身嘅權威性。獎項種類過多，含金量成疑，被嘲笑係豬肉獎，網上常見講法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結果就係勁爆流行榜嘅存在價值反而變低。ViuTV 超 Club 推介榜嘅特點係新人嘅曝光率高，
但電視節目本身已經影響咗結果。呢個榜只係代表新世代，但未必代表整個樂壇。而串流平台 YouTube 榜雖然係即時數據，但容易被粉絲文化買點擊、放大演算法。而串流平台 YouTube 榜反映熱度，未必反映歌曲嘅真正市場價值。但基本上所有榜都避唔開制度影響結果呢個問題。首歌播得多，自然有得上榜。今日嘅香港已經唔存在單一主流。以前一首歌紅係全城都識唱，但係而家一首歌紅可能只係局限喺一個平台、一個年齡層或者係一個粉絲嘅圈子。用舊式流行榜概念硬套喺新生態上，自然會失效。比較其他國家嘅流行榜，例如日本同美國 Billboard Japan 就會綜合加入串流、下載同埋社交媒體等數據，但仍保留日本市場特色。而美國 Billboard 就完全唔同啦，綜合咗銷量、串流、電台同埋 YouTube 等多渠道數據，即時反映大眾聽歌行為。美國 Billboard 公信力高，廣泛被媒體、唱片公司、頒獎典禮引用。香港嘅歌曲流行榜其實更接近日本模式，單一渠道主導，粉絲動員影響結果，難做到全民共識。由此可見，香港流行榜唔係唔專業，而係生態模式決定咗佢難以全面反映歌曲嘅流行程度。所以問題唔係903專業唔專業，新城夠唔夠勁爆，龍虎榜夠唔夠中立，而係我哋已經冇一個制度可以具備影響力，同時能夠演繹網絡數據同文化。結論就係，今日嘅香港音樂生態碎片化，單靠一個流行榜已經無法全面反映歌曲嘅流行程度。冇代表性嘅流行榜其實係香港生活碎片化嘅一個縮影。無論係音樂、媒體，甚至日常資訊，每個人都活喺自己嘅世界。碎片化已經成為新常態，明白呢點先至可以真正理解今日嘅香港發生乜嘢事。各位聽緊嘅係亂噏秘笈，歡迎大家留言、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一個小小嘅頻道。下次再同你亂噏過，拜拜。